你好，歡迎收睇簽證的事，我係阿的。今日嘅話題咧係講到底喺更新期間嗰陣時咧，可唔可以出國？早幾日啦，有個朋友啦，佢就問我咯喎。佢話佢喺網上邊咧申請咗在留更新。因為突然間咧有啲事啦，所以要翻去自己個國家啦。佢就話：如果突然間出咗去，會唔會翻唔到嚟㗎？因為佢個在留卡而家係一個更新嘅狀態。個答案咧係可以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本身你無論你透過線上申請又好，或者你透過行政書士申請又好啦，你哋都會遞交咗資料之後咧，你哋都會攞到一個你哋嘅申請號碼，或者係叫做傳票啦。你哋攞到呢個資料之後咧，就表示你哋已經喺出入國嗰度咧，就已經取得咗一個更新中嘅資料。就會屬於一個叫做特例期間。喺特例期間，無論你張在留卡即將要過期或者冇過期咧，佢都會自動延長1個月嘅。我哋當然唔會希望你哋喺最後一日嗰陣時就再去處理更新，然後再使用呢個特例期間啦。所以盡可能都喺一個充裕嘅狀態底下去處理，就會比較好啲。之後啦，你哋可以如果你哋有需要去出國回你哋嘅國家咧，其實係可以嘅。到你入翻嚟嗰陣時咧，就用翻你張在留卡，行翻你哋嘅通道咧都可以㗎啦。你哋會在意嘅問題就係入唔入到境啊？實際上咧，因為本身出入國局咧其實有你哋嘅資料嘅，所以咧基本上喺呢個特例期間咧，你哋出入咧係完全冇有問題嘅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歡迎你哋收睇簽證的事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